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中意地產代理莊張。如果對呢條錄音興趣，就分影片下低夾翻頭像側邊 WhatsApp 或電話仔直接查詢啦。今日大家介紹嘅係牛門天峰，一個低層兩房山景單位，實用面積有535尺，我一齊睇個單位啊。從單位大門入嚟，一個小小地嘅玄關位置，行前兩步就見到個直身型設計嘅客飯廳。客飯廳相當寬敞，長度達到18尺半，闊度亦都有10尺。客廳連接住大玻璃窗同露台，所以採光度相當充足。跟住睇睇飯廳嘅部分，飯廳闊度同樣達到10尺，埋邊嘅牆身長度闊度都達到6尺半。平時放張餐台，3-4個人食飯都相當夠用。靠牆嗰邊仲可以放個入牆嘅儲物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飯廳嘅旁邊就係廚房位置，廚房有一組曲尺型嘅大型櫥櫃，有擺放洗衣機、雪櫃等等位置，亦有充足嘅儲物空間同煮食平台。側邊就連接住一個工作平台，可以打開通風對流或者放下雜物。跟住睇睇客廳部分，客廳闊度同樣達到10尺，兩邊嘅牆身亦長達9尺。一邊可以擺張型大梳化，另一邊就可以擺飾物櫃、電視櫃。我出露台睇睇外邊景觀啦。從單位嘅露台望出嚟，可以望到屋苑鄰近一帶樓景，自己嘅會所平台遠景、泳池以及馬鞍山嘅小小山景，景觀都幾開揚。呢邊再向就向東南嘅。跟住睇睇客房位置，客房設計都好方正，長度闊度都有6尺半，有個相當闊嘅窗台位置，可以利用嚟放床，亦都可以利用3.15米嘅樓底做啲地台儲物櫃等等。房間望出去景觀同客廳相同，都係以鄰近屋苑樓景以及自己屋苑嘅平台遠景為主，坐向都係東南嘅。跟住睇睇浴室部分，浴室都係以原裝嘅膠樓配備，設有大型鏡櫃，旁邊保留浴缸位置，簡潔實用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房，主人房係以長方形設計，長度達到11尺半，闊度就有6尺半。入門嘅右手邊有個入牆衣櫃位置，可以放個到頂嘅大型衣櫃。放衣櫃仲有足夠空間放大床、梳妝台等等。同樣有個相當闊嘅窗台位置，望出去景觀亦都係以鄰近屋苑樓景以及自己嘅會所平台遠景為主，坐向都係東南嘅。現時間單位罕有貨賣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分影片下低夾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，即時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